来看中港运通公司作为香港货船民航号，昨暗要对高雄港离港口出海的时，启动着台船89号甲90号的码头，造成天地附近的台船8号沉船，有一只拖船台船12号锁啊登去，至少是损失上千万。高雄港务公司的分公司早起嘛去了解码头损害的情况，嘛会来求偿。航港局佮运安会嘛开始来展开调查。 码头边的拖船台船12号锁啊登去，工作船台船8号沉去，89号码头的监视器塔只嘛登去，主要拢是因为中港旗下中港运通公司所租的这只船，弄到89号到90号码头的挖角，疑似应收过大来损害到台船2只船。出港作业中不慎碰触89至90号码头转角处，并造成 原停泊于该处水域之小型工作船台船8号沉没及拖船台船10号发生断缆情形。高雄港务分公司表示，这只船9号暗头伫高雄港98号码头落了将近14万吨的煤炭了后，申请离港。航行过程当中，受过靠近89号码头，虽然有提醒，也是去弄到，加彩无造成人员伤亡，嘛无油污的污染，并无发现有油污情形。而 民航轮于6月9日晚间约10时18分左右，顺利回靠98号码头。 初步掌握台船船只损失将近1000万，营业的损失也无法度估计。中港运通公司则是回应，民航号所属的船东是新加坡航商中运公司承租因的船，伫落货了后，双方面的合约就已经完成而且结束，已经通知这只船的船东会由因的保险公司协调后续的处理。高雄港务分公司嘛表示，暂时已经回勘了码头损害的状况，这只船后续会由航港局南航中心啊个运安会来调查。公司新闻王刘婷丹、汉坤局报道。